伫屏东万里洞海峡昨下晡，有民众发现到这靠大的结龟，规身躯拢是伤，赶紧通报海生馆去抢救。这款海龟伫咧台湾也封列做是一级的保育类动物，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咧海里。不过上界遗憾的是，这杨桃龟送去海生馆抢救的时阵，也是救无回来，即马也要验尸了解死亡原因。 继续破水保持淡度，这只海龟的身长差不多是一个大人的身悬，这是靠搭伫屏东的万里洞，民众认出这是正罕咧看的结龟。它的受伤的部分就是它的壳吧，身上对啊，可是它好像又没有什么壳，都有看到流血。 结果伫台湾附近的海峡是正罕咧看到，高雄叫做是皮革海龟、杨桃海龟。伫海龟内面体型上大，特色就是脚只偏无硬壳，规身躯拢互敢若皮共款的皮肤包起来，嘛是创水能力上强的海龟，真少挖过去海岸，但嘛是分布上快的海龟，分作大西洋、印度洋和太平洋三种族群。以太平洋上少，嘛受台湾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，列作第一级特别绝种的保育类生物。垦管处海生馆这救援 团队迄天到了后，虽甲结龟送去海生馆救治，但结龟嘛是伫初五透早6点外死亡。有一些擦伤的现象，然后身体是很虚弱，但是呢，没有办法判断，由外观判断它搁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。为了判断它的死因，就安排了解剖的工作。 死亡的结龟身长差不多120公分，135公斤重。海生馆2个兽医检视，发现伊脚只片的壳正边和边啊拢有刺伤，倒肌嘛有空脆，全力抢救嘛是不治，会送去予专家解剖了解死因。海生馆嘛讲，因为结龟拢伫远洋生活，体型嘛真大，若救伤成功会野放，互伊转去家己生活。全台甲搭有6条死亡扣搭记录，活体的扣搭包括7摆拢总2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